Y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上個禮拜試咗一部大家都好唔中意 Tesla Model Y 嘅 L， 睇到 view 數咧就知道啦。其實咧我裏面都講咗一啲我嘅論點㗎，俾個機會我去睇下啦。放心，我之後咧會試翻啲更加有趣嘅車㗎啦，請繼續支持啊！巴林站永遠咧都有佢嘅刺激感嘅，今年都唔例外。到底呢個禮拜發生咗啲咩事呢？ DRS 係咪話開就開？而賽後有啲咩爭議事件呢？今日我哋一齊回顧下呢一場巴林大獎賽。又嚟相應一下先，有幾多人好似我咁，琴晚都係凌晨睇車嘅呢？留言一個巴林國旗 emoji 啦。不過凌晨睇車係咪今朝早又冇精神返工呢？其實我都係啊，我身在嘅酒店嗰啲張床褥呢，其實唔太舒服嘅啫，諗住瞌一陣呢，好似仲衰過冇瞓過咁啊！咩話？你唔知道床褥對你嘅睡眠質素有好大影響？咁你可能係未體驗過全球銷售超過1000萬件商品，全球獲獎最多嘅床褥品牌，嚟自德國嘅人氣 No.1 床褥，德國 Emma 床褥。我早2個星期就收到德國 Emma 寄俾我嘅呢件 Original Hybrid 獨立筒床褥，一張 Queen Size 嘅床墊包裝竟然可以咁細件，不過我完全做咗一個錯誤嘅示範啊！其實開箱咧係比想象中簡單得多嘅，佢哋仲貼心到俾一個刀仔你去開箱。德國 Emma Original Hybrid 床墊有獨立筒同埋記憶棉5層混合設計，兼顧支撐同埋舒適。你哋睇我而家坐喺上邊咧，好似凹入去咁嘅。但係當你平躺之後，人體工學設計同埋壓力釋放嘅科技咧，就會令到你係平瞓定係側瞓，脊椎咧都係成一直線，完全襯托住你成個嘅身體，軟硬適中，非常之舒服添啊！又就嚟到夏天啦 ，Emma 床褥仲非常之排濕排汗添，唔怕悶熱。不過其實都有個缺點嘅，就係床褥嘅邊緣咧支撐比較弱啲。咁如果你夜晚瞓喺度同隔離嗰個講錯嘢嘅話咧，老婆一腳就可以伸你落床啦。哎呀，配合埋呢個記憶棉枕頭，由3個獨立棉層組成，可以自由去調節高度同埋軟硬度。擁有軟硬兩面，你可以反住個枕頭，自行決定要瞓邊一面，完美承托你嘅頸椎。另外，其實我2隻貓咧都係會同我一齊上床瞓覺㗎。咁咧就要靠呢一件有呢個防水抗敏保護墊，相比傳統床單，可以令到塵蟎過敏嘅數量減少89.3%。德國 Emma 床褥就有100日試瞓、15年嘅品質保證。而家點擊以下嘅連結咧，就可以攞到復活節優惠低至4折啦。再使用埋我嘅折扣優惠碼 EUROTOP10，就可以享有全品項9折優惠，可以搭配官方網站嘅活動一齊用添。我哋一齊瞓覺，一齊返到呢一場嘅比賽。嚟到今個賽季第一個中東賽站，同時咧亦都係呢個賽季第一個喺夜晚舉行嘅排位賽同埋正賽分站。由於比賽時間咧係由日頭鬥到夜晚嘅，所以溫度轉變對輪胎嘅抓地力影響咧都係車隊嘅挑戰之一嚟嘅。Q1 開始對於 Red Bull 雙車同車迷嚟講咧，真係一步一驚心啊！喺首輪跑圈裏邊 Verstappen 就做出一個 Sector 1最快嘅時間。本應咧係有唔錯嘅圈速嘅，但係去到最後一個彎，佢 lock up 衝出賽道，所以佢果斷放棄單圈，直接翻去維修站。而佢嘅隊友 Tsunoda 亦都冇喺首輪裏邊做出任何有效嘅時間。不過車隊冇安排佢哋入 pit 之後，馬上出發再做一個 bank lap，代表佢同佢嘅隊友咧只係得1圈機會。好彩嘅係 Verstappen 不負所望，喺 Q1 尾段跑出一個第3快嘅時間，缺少磨合時間嘅角田亦都只係落後隊友0.4秒攞第14名。兩個紅牛車手都能夠晉級 Q2， 反之喺 Q1 出局嘅都唔係一啲處於下游末端嘅車手嚟㗎，分別咧係被睇高一線威廉士嘅艾邦、Racing Bulls 嘅 Lawson、Bortoleto、Lance Stroll 做意外包尾嘅 Behrman。喺 Q2 開始為保安全 Tsunoda 即刻出去排隊出發。但係當佢開始做快圈嘅時候，哈斯車手奧岡咧就喺2號彎出彎加速嘅時候失控，重演咗4年前 Mazepin 嘅撞車事故，車尾撞爛引發紅旗。喺呢個時候，比賽定格喺11分鐘01秒，冇任何車手做出一個有效時間。Tsunoda 嘅計劃被打亂，而比賽繼續之後 Verstappen 因為前2段嘅時間未如理想，決定再翻去維修站。代表住2部 Red Bull 又要一輪定生死啦。而再一次好彩嘅係 Verstappen 成功晉級，而Tsunoda喺完成最後一圈嘅時候排喺第6。雖然有唔少車手將佢嘅時間壓過，但由於 Doran、Hülkenberg 同 Alonso 都冇辦法進入前10名，最後能夠保住第10，首次代表 Red Bull 晉升 Q3， 亦都係4大車隊8個車手自上年卡塔爾站之後第一次全部都入到 Q3。
Journal 喺 Q3 第一個出場跑圈，但係似乎佢仲未熟悉呢部 RB21賽車嘅操作。佢首輪跑圈嘅時候只係攞到第7，而喺最後一輪跑圈嘅時候 ，Mercedes 嘅 Kimi 同 Russell 先後跑出一個最快單圈，不過3節練習時間都能夠佔據頭名嘅麥拿倫馬上搶翻頭位。Piastri 跑出一個1分29秒841嘅最快圈速，成為全場唯一一個做出1分29秒單圈嘅車手，亦都為到佢所屬嘅麥拿倫車隊帶嚟第一個巴林站嘅頭位。Russell 落後0.168秒排喺第2，而第3名係 Leclerc。Kimi 創下生涯最高位置嘅起步排喺第4，而 Gasly 喺 Q2 開始就表現唔錯，最後一圈更加係出色嘅，帶領住突然回勇嘅 Alpine 排喺第5名起步。反觀排行榜裏邊嘅前2名都喺最後一個圈失準。Norris 喺1、2號彎出彎嘅時候出現失誤，慢過隊友0.4秒之後攞第6。而喺積分榜只係落後1分嘅 Verstappen，受制於賽車嘅平衡剎車問題，最後只能夠攞第7。之後就係辛斯、夏美頓同埋角田。不過排位賽結束之後出現咗2個小插曲。第一個就係裁判睇完侯根堡車上嘅鏡頭同埋相關數據之後，發現佢喺 Q1 最後一個圈11號彎嘅時候駛離開賽道，按例取消佢呢一圈。不過違反 track limit 取消單圈呢個係十分之正常嘅執法行動嚟嘅。但係問題就在於裁判喺 Q2 先至發現，並且向賽事總監去報告侯根堡駛離開賽道。呢個時候 Q2 已經開始，侯根堡亦都喺賽道上面跑緊圈。結果裁判 Q2 結束之後，先至宣布取消侯根堡嘅單圈成績。而因為失誤喺 Q1 只係得第16名被淘汰嘅艾邦因此可以上到15名。但係呢個時候，艾邦已經冇辦法翻去賽道去爭取更加高嘅名次啦。威廉士對裁判太遲發現問題，導致艾邦失去爭取更高位置機會，感到非常不滿。另外一件事件就關於2位 Mercedes 車手，奧干因為 Q2 撞車引發紅旗，所有車手都需要翻去維修站等待比賽繼續。喺呢個時候賽會會出示一個預計重新開始嘅時間，即係我哋電視上面睇到出現喺熒光幕上面嘅公告。但係留意呢個唔係一個正式嘅重新開始時間嚟嘅，只係俾車隊做一個參考。Mercedes 方面唔知點解佢將呢個信號睇成係正式重新開始比賽時間，於是就即刻安排 Russell 同 Antonelli 離開車房去到維修區嘅 Fast Lane 排隊。呢個舉動即刻俾裁判發現並且展開調查。即使 Mercedes 聲稱唔係打算要獲取不公平嘅優勢，但係裁判認為呢個行為本身就已經會帶嚟優勢。最終裁定2部平治違反規例，按例判罰2個車手各後退1位起步。Russell 跌出頭排排到第3，而 Antonelli 就跌到第5。一站一個 F1 小知識。今站我哋講下陪伴咗我哋好多年，但係下年因為改例會被取代嘅 DRS。我相信就算你係新車迷都好對 DRS 都唔會太陌生嘅。DRS 全名 Drag Reduction System 可調校式尾翼系統，喺2011年引入。目的就要解決喺場上難以爬頭嘅問題，因為賽車喺彎道上面緊跟住前車嘅時候會受到前車嘅氣流干擾，導致佢下壓力不足，影響後車出彎嘅速度。即使去到直路嘅時候都好難完成到爬頭動作，所以就特別設計咗 DRS。後車可以喺指定區域嘅直路上邊打開尾翼嘅主翼片，令個氣流通過得更加暢順，大幅度降低空氣阻力同下壓力，從而提升直線速度，幫助爬頭。簡單啲嚟講就係喺直路上面加個 boost 咁樣。不過 DRS 都其實有嚴謹要求㗎。開啟後邊尾翼嘅間隔最大距離必須要喺85mm 之內，同時間亦都會加入一個故障時候自動復位功能，除非係成塊葉片損毀咗，即使佢任何嘢故障都好，翼片都會翻去本來關閉嘅狀態，避免會影響到下壓力，導致到賽車不穩。不過 DRS 就唔係話開就開嘅，首先就需要喺比賽之後2個圈由賽方確定先至可以開，而當遇上惡劣天氣，例如落雨啊、紅旗安全車等等，賽方都會禁止使用嘅。另外，車手如果需要喺前邊嘅偵測路段裏邊距離前車不足1秒，由電子系統判定可以用啦，先至可以用嘅。換句話講，車手係冇辦法手動繞過系統，即使車手撳咗 DRS 個掣都好，如果唔合乎上面嘅條件，系統係唔會打開 DRS 嘅。今集會講 DRS， 當然係之後有一件圍繞住 DRS 嘅爭議事件，一陣話你知。我哋終於有一場起步激烈嘅比賽啦！場上面大部分車手都係用緊紅胎起步嘅。被罰1格嘅羅素喺拉手之後就即時緊跟住前邊嘅 Piastri， 並且入彎之前壓制住第2名嘅洛克萊，同 Piastri 平排入彎之後搶翻原本屬於佢嘅位置。
而本來第6名起步使用紅胎更加有速度優勢嘅羅里斯呢，亦都一躍而上，成功打敗用緊黃胎嘅洛克萊，位置上升到第3。不過起步之前，身在第7嘅韋斯塔本呢，見到羅里斯喺紅燈停定之後，再俾油行前咗少少，導致到前轆離開咗起步格。作為佢嘅好朋友，當然呢就要督促一下啦。所以羅里斯呢，因為咁而被罰5秒。今場比賽同上一站唔同，因為巴林賽道闊嘅特性，再加埋有3段 DRS 路段，所以不斷有爬頭畫面。可惜我呢度咧就唔能夠提供呢啲畫面俾你睇，咁我就唔細數啦。我哋集中討論一下同場上爬頭同樣精彩嘅輪胎策略。改咗好多次比賽時間嘅巴林站，而家咧係一場由日頭鬥到夜晚嘅比賽嚟㗎。由於入黑之後溫度下降，所以對輪胎嘅選擇順序就會變成影響住比賽結果嘅成因之一。喺胎耗非常之高嘅巴林站裏邊，Pirelli選擇咗最硬嘅3種輪胎，分別係 C1 去到 C3。而喺數據上，紅胎表現十分之出色，而今年 C2 同 C3 胎咧，亦都變得更加耐用，所以今場大部分車手都係用緊紅胎起步，而如預計一樣，所有車手咧都係使用二停策略嘅。先講一下法拉利先，法拉利係前列車手裏邊唯一係使用緊黃胎起步嘅車，起步嘅時候雖然唔能夠佔優，但係總算可以保住應有嘅速度。因為佢哋用緊耐性較高嘅黃胎，所以對比其他車手咧，可以遲3到8個圈換胎。其他車手入站之後，法拉利雙車更加一度領頭。我啱啱睇咗 Flash， 大家對今場比賽嘅討論，有唔少車迷咧係對紅軍第一次入 pit 嘅時候由黃胎換黃胎咧表示相當意外啊，以為法拉利嘅戰術又失敗啦。但係其實黃白咧係一個經典嘅換胎戰術嚟㗎，全因為3套胎咧都係佢哋嘅全新胎。進入正賽之後，前排嘅車手咧其實已經冇全新嘅紅胎噶啦，所以佢哋咧係用過嘅2手胎。法拉利用全新黃胎起步，先同其他車手錯開換胎嘅時間佔領位置，亦都仲可以買多幾圈出安全車機會。即使係冇安全車，正常換胎出站咧，亦都唔會受到其他未換胎嘅慢車影響。而策略嘅重點咧就在於第一節換胎之後，雖然同樣都係用緊黃胎，但係咧佢就擁有比其他人更加新嘅輪胎。同時，佢哋係唔需要顧氧胎可以狂跑嘅。正常計第2個 stint 咧都唔會太長嘅。2部紅車亦都毫無保留，下尾段捉到第5名，而洛克萊更加喺場上面解決咗勞里斯。呢一啲都係難以升溫嘅白胎做唔到嘅事嚟嘅。同時，佢哋仲擁有住第2次換胎會影響其他車手嘅主導權。我估計按照佢哋嘅計劃咧，就會睇下自己嘅輪胎損耗情況。如果佢哋決定提早入站嘅話咧，就會逼使到其他對手都要盡快入站 cover。但係如果對手嘅胎耗比自己快嘅話，對手先入站，佢就可以控制氧胎。情況許可嘅話咧，仲可以喺最後一節嘅時候轉用紅胎。呢個係一個進可攻退可守嘅策略嚟㗎。而2個車手同車隊咧都好少有咁完美執行晒。可惜嘅係安全車打亂咗佢哋嘅部署。今場比賽 Lawson 同埋辛斯咧都成為咗一個深水炸彈啊！衝入內線 dive bomb 嘅攻勢非常之凌厲啊！雖然冇發生嚴重意外啦，不過佢哋都各有教訓。Lawson 因為2次碰撞分別被罰5秒同埋10秒，合共被扣3分，而辛斯咧亦都被扣2分。再加埋賽車受損咧，喺比賽中段就退賽啦。比賽中段，辛斯同角田發生碰撞，雖然冇即時退賽，但係散落到地面嘅零件咧，引發咗安全車。而呢個安全車嘅時機，將法拉利優勢嘅編排化為烏有，因為啱啱好大部分車手第2次入站嘅 Windows 咧，就係呢個時間啦。前排所有車手都有共識咁入站換胎。比賽仲有20幾個圈，所有賽車嘅位置咧都拉近咗，又唔能夠使用最理想嘅黃胎，但係用紅胎嘅風險又太大，法拉利就只能夠繼續使用翻白胎。雖然安全車之後咧，羅里斯進攻失誤，反而令到下面度上升1位，但係面對住麥拿倫賽車嘅優勢，再加埋入黑溫度下降嘅賽道，洛克萊最終咧都係失手，最終2部紅車分別排喺第4、第5。另外一個可能咧，有唔少人睇唔明嘅咧，就係 Max Verstappen 啦。佢由紅胎換做白胎，但係點解係白胎唔係黃胎咧？係因為佢係唯一一個擁有2套全新白胎嘅車手。所以如果賽道降溫唔係太誇張嘅話咧，使用紅白白又或者係紅白黃咧，唔使氧胎狂跑都絕對係一個選擇。
可惜成個 weekend 其實白胎都明顯係冇速度嘅，而第二次換胎嘅時候咧，更加逼使到佢只係跑咗17個圈就需要翻入去換黃胎啦。不過當安全車出現嘅時候，佢 stay out 搶佔位置，最終以第6名完賽。另外仲有一啲車隊決定冒法拉利唔敢面對嘅風險，喺最後一輪換上一套用過嘅紅胎。上一站日本站證明溫度低嘅話咧，今年 Pirelli 嘅胎係十分之耐用嘅。當場地溫度下降到27度嘅時候，紅胎係可以撐埋最後嘅20幾個圈嘅。角田同羅素咧都係紅黃紅嘅組合，亦都最後攞到唔錯嘅成果。角田攞第9，而羅素咧就保住第2上頒獎台。不過有一個咧係連我都唔能夠理解嘅操作嘅，就係 Kimi 仔啦。咁第一輪換上黃胎之後咧，其實表現得十分之唔錯嘅，係爬頭畫面嘅貢獻人之一。但車隊去到第28個圈，賽事仲有一半要佢入站。如果係換一條白胎，又或者係換一套用過嘅黃胎咧，都仲可以理解佢要 undercut。但係換一套紅胎咧，我真係匪夷所思啊！到底車隊計一條乜嘢嘅數，認為場地降溫可以令到紅胎跑29個圈，但係仍然保持戰力喎？佢換胎之後5個圈出動咗安全車，其實呢個安全車絕對係救咗佢啊！因為佢喺比賽之後最後5個圈咧，圈速係斷崖式下滑嘅，證明紅胎極限咧其實只係得15到20個圈。最後第5名起步，第11名完賽，我都唔知叫做好彩定唔好彩啦。另外再講一下令人意外嘅 Haas 車隊 ，Haas 兩部車 Behrman 喺排位賽失利，喺隊尾起步，而奧岡呢亦都只能喺第14名起步啫。理論上咧應該係得分無望嘅，不過起步之後各自都有好表現。Behrman 喺6個圈之內上升咗6位，而奧岡亦都上咗2名。到第9個圈，奧岡首先入站，嚟咗個特大嘅 undercut。中游用紅胎車手都入過站之後，奧岡嘅位置一下子上到第7，甚至比韋斯塔本仲要前。雖然面對住上游車手嘅攻勢咧，佢仍然係無能為力。但係當佢喺第2輪換胎冇幾耐咧，安全車就出動啦。佢決定 stay out 留喺場上邊，再一次上升嘅名次，最後仲打敗埋角田，守住第9名完賽。而佢嘅隊友 Behrman 咧就用唔同嘅策略，用紅白紅組合嘅佢不斷為我哋貢獻爬頭畫面，最終上升咗10位，以第10名作結。比賽中後段有睇直播嘅朋友應該都知道 Live Timing 嘅 leaderboard 失蹤咗，賽會咧緊急換咗一個一圈只會更新一次嘅 leaderboard。歡迎大家嚟到80、90年代嘅 F1， 原因咧就出自排喺第2名嘅羅素身上。羅素嘅賽車喺30幾圈嘅時候咧出現咗電子問題，導致個計時器故障，所以咧我哋先至冇 live timing 睇嘅啫。車隊不斷搖佢修復，更加一度關閉咗羅素軚盤上面嘅顯示器。而呢個問題咧竟然影響到我啱啱就提過 DRS 嘅自動系統同埋賽車之間嘅連線。所以 FIA 根據嘅技術規例咧，授權車手可以手動啟動 DRS， 但係呢段時間羅素要同時面對住 Robotic Sensor 故障同埋其他電子系統嘅問題。當時車隊建議羅素先用一個後備嘅輔助掣，呢個掣咧通常係用嚟做後備嘅無線電通訊嘅，但係同時間咧係具備住手動啟動 DRS 嘅功能嘅。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契訶夫之槍嘅理論？當套戲出現咗一把槍，就一定要開。而家FIA 授權咗佢手動操作 DRS， 又有一個後備嘅掣可以用嚟做 radio， 仲可以手動開啟 DRS。所有條件集齊之後 ，DRS 意外被打開，大家應該都唔感到意外啩？當羅素嚟到10號彎到11號彎之間嘅直路，嘗試用呢個掣同車隊聯絡嘅時候 ，DRS 就唔小心咁喺非法嘅情況底下打開咗。賽方馬上留意到，並且宣布喺賽後展開調查。呢個情況其實係非常之罕見嘅，但係最嚴重咧係可能會被判 cheating 而取消資格。不過賽後賽方決定唔做處罰，原因因為羅素發現咗 DRS 被打開之後咧即刻鬆油。記得我啱啱講過嘛 ，DRS 咧係有一個自動復位嘅功能嘅，其中一個觸發佢嘅條件咧就係鬆油或者係踩剎車。DRS 喺全長700米嘅直路上邊只係啟動咗37米啫。即使羅素因為咁咧獲取到 0.02 秒嘅時間優勢，但去到下一個彎為咗抵消翻獲取到嘅優勢而損失咗 0.28 秒。雖然冇處罰，其實我都覺得係合理嘅。你實揸車嘅 dashboard 乜都冇顯示啊，其實真係十分之可怕嘅。喺咁嚴峻嘅情況底下都能夠守得住羅里斯呢個第2名，其實真係實至名歸啊！
雖然佢被 DQ 或者罰個5秒都好啦，攞來可以上頒獎台嘅。不過連我咧都可以放低我嘅私心，大家都考慮一下啦。今場比賽之後，又一次同各位紅軍人報捷，法拉利雙車再一次喺賽後通過檢查，可喜可賀啊！而被 DQ 嘅反而變成侯根寶，因為佢嘅車底磨損咗6mm，依例被 DQ。排第3名嘅羅里斯咧，雖然唔能夠保住頭位，但係隊友連下2城攞2站冠軍，已經追過韋斯特本同羅里斯只差3分。法拉利雙車位置亦都有上升。另外令人意外嘅，啱啱冇提過嘅就係 Alpine 嘅 Gasly 喺正賽保住喺得分位攞第7，同時成功為到車隊破蛋。Alpine 唔再需要做唯一嘅0分車隊啦。今站 Haas 雙車得分超過威廉士，成為 best of the rest， 而麥拿倫持續雙人上台嘅情況底下，拉開積分去到58分差。今站之後咧，我哋會去到沙地阿拉伯，比賽再遲1個鐘頭開始。想好似我咁瞓個好覺嘅話咧，就要留意下德國 Emma 床褥啦。今場比賽有唔少判罰爭議，由羅里斯停起步格，去到新斯羅神嘅暴力駕駛，羅素最後冇事，而侯根寶慘被 DQ。有邊一個係你認為合理，而有邊一個你認為唔合理嘅呢？留言討論一下啦。最感謝對 L 不離不棄，用實際行動支持 L 嘅 Patrons 契同 Families。對名謝 Patron L 契爺有 Andy Yip、Real Now Ficus One、冠宇煲靈株式會社、L 分 C、FU777、F1 Marshall、Intomo 6081、許蓋公、志成地產、David、真誠油漆、Jason Jason Lee、Amanif、Div、TM 小薩、Bin Academy of Mathematics、Lakeview CPA Limited 同埋一眾 L Families 嘅朋友支持。我係 L，我哋下一站再見，拜拜。